大家好，我係12B 班嘅 Mori， 今日嚟同大家分享我好鍾意嘅書 Gary Paulson 寫嘅《首富男孩》。呢本書講述咗13歲嘅 Brian 遭遇飛機失事，一個人被困在加拿大荒野裏面，身邊只有媽媽送俾佢嘅一把小手斧，冇手機，冇嘢食，冇地方住，只能靠住呢把手斧去求生。我超鍾意呢本書嘅一點，就係佢特別真實。面對困境 ，Brian 一開始都係又怕又孤單，仲總會做錯事。但佢慢慢去嘗試去了解自然，適應荒野，闖過咗所有難關。所以呢本書不只係講求生，也係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潛在嘅強大嘅力量。仲有呢本書篇幅唔長，仲係特別勵志，鍾意睇冒險、主角突破困境嘅同學一定要去睇下啦。